后来，过来是台中市政府2年前，伫咧丰乐公园清水池仔的时阵，发现一只37公斤重的猿。尾啊，这只猿是去倒位的？咱先来讲，这个猿俗称是沙比，是2级的保育类的动物，身长2米。这市议员想要了解这只猿的状况，想10万块探听伊的行踪。想要到查出来的消息是，因为营养不良已经死了。头一个跳落水的是一只2级保育类的动物猿，这是2年前伫台中市丰乐公园边仔互人发现时阵的身影。当时市政府请厂商清边仔时，意外发现这只37公斤重的猿。猿俗称沙比，是碧区动物中体型上大一种，嘛是世界上上大只的正水龟之一，是外来种。因为体型较大，引起注意。想要到2年后，台中市议员想要了解伊的状况，佮现收10万块，想要了解伊去倒位，想要到这只已经死去啊。1808年2月份移转给中兴大学之后，就委托由中兴大学管理了。市政府讲，猿一开始是先到分林的养殖场去架饲，因为是保育类的动物，所以讲2019年1月初2转予中兴大学照顾，后来照顾伊的教授过身，佮请林务局协助，2020年5月2日将猿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，还佮伫检疫期间6月23日时，猿就因为营养不良死去啊。捕获的时候37公斤，假设是台中市政府团队拜托云林县的任何单位来协助帮忙收容，真的就在短5个月之内，其实它就掉了将近也是5公斤嘛。中兴大学嘛发声明稿讲，收养这只猿的时体重是32公斤2，当时有规划适合伊成长的水池的环境要甲照顾，过程中嘛发现讲伊无啥会食，嘛试各种的物件要甲饲，甲改善水质，也毋过拢无啥效。啊，这只猿到底是安怎唔啉唔食，为37公斤升到32公斤，真正死亡原因都要交专家去了解。